手厥陰心包經，空走手，手月天池，末月中衝，接手少陽三焦經，主治胸、心等循環系統、神經精神方面嘅症狀。心包有保護心臟並使心臟機能正常運轉嘅功能。心包經係通過分隔胸、腹三焦嘅膻中、中脘、陰交三個重要部分嘅經脈。若有異常，則與心臟受傷時一樣。例如臉部上火、發熱、心悸、目黃，沿着心包經嘅經脈由胸到側腹會產生疼痛、麻痹，並伴發抽筋、手掌發熱等症狀。心經係君主之官，心包經屬陰，陰為血，不容易動，相當於心經嘅外圍線。只要把陰經活動開了，陽經自然能夠走通。用氣功使通暢或扁述原經脈嘅彈撥，對緩解心經鬱滯、失眠、手心出汗等多種症狀有好大好處。通暢心包經可以提升人體嘅免疫能力。由於心包經嘅通暢，心臟嘅能力必定能夠提升，亦間接提升咗脾臟嘅能力。脾臟就係人體免疫系統最重要嘅器官。心包積液嘅形成，主因係身體內出現咗毛病。脾臟將主要嘅能力都用嚟同嘅症狀對抗，就像運水啲工作就暫時擱置下來，心包中嘅廢水就積存起嚟啦。心包係心臟外部嘅一層薄膜，係同心臟之間有一部分嘅體液，為心臟同埋呢一層薄膜之間互動時嘅潤滑劑。體液積多咗，供給到脾臟嘅血液就相對減少，係肥胖形成嘅主要原因之一。因此，促進通暢心包經係減肥最重要嘅工作。當症狀最嚴重嗰陣時候，人體會不停同症狀對抗。呢個時候，積液會長時間不退，使得心臟嘅機能減低，脾臟對抗症狀嘅能力也跟着下降，進一步惡化心包積液嘅情形，形成咗惡性循環。要提升心臟嘅能力，幫助脾臟打贏一場仗，就要用氣功使通暢或扁述按摩心包經，把積存喺體內過多嘅廢水、垃圾排泄出經絡中，就能好快把症狀得到緩解。注意，當身體氣血好低嘅時候，由於身體嘅神經系統嘅遲鈍，即使經絡不通，但冇咩大嘅痛感。心包經不通嘅症狀，會感到胸悶、喘不過氣來、手腳無力、日漸消瘦等，還有肌無力。最早成病嘅原因多半係腸胃細菌感染，加上血氣低落，形成心包經長期阻塞，心包積液長期存在，心臟能力長期低落，
使得人體嘅血液長期沒有能力進入肌肉組織，肌肉無力主要係脾虛造成。心臟嘅能力直接影響脾臟嘅能力，氣功使氣血不斷提升，解除心臟所受嘅不必要嘅壓迫，使心臟嘅功能正常得到發揮，有能力將血液運送到身體各部位，將積存嘅廢物帶走，經絡逐漸通暢，呢一種症狀就有機會慢慢好轉，最終也能夠達到完全痊癒。